係4月22號星期二，幫港出聲即日快遞同大家跟進哈佛大學拒絕跪低，並對特朗普政府提出聯邦訴訟一事。喺當地時間4月21號星期一，哈佛大學正式向麻省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指控特朗普政府凍結22億美元嘅聯邦資金，以此為手段非法干預學術決策。大學要求政府停止資金嘅凍結。有美媒形容呢宗訴訟象徵住哈佛大學同總統特朗普之間持續鬥爭嘅重大升級。特朗普2度入主白宮之後，向美國高等教育界同埋文化機構開刀。早前有哥倫比亞大學為咗獲得4億美元撥款，主動跪低，令到特朗普更加肆意妄為咁樣向其他高校施壓。但係歷史比美國仲悠久嘅哈佛一早就選擇咗企硬。4月14號，哈佛大學公開表示拒絕特朗普政府提出嘅終止 DEI 項目、改變錄取同埋招聘方式等嘅要求。校長賈柏表示，呢啲要求會損害大學嘅獨立性。哈佛大學成為全美第一間公開對特朗普說不嘅大學。校長就好似成為咗反抗特朗普嘅代表。當晚，特朗普政府宣布凍結嗰間學校嘅22.6億美元嘅聯邦經費。但係哈佛大學嘅反抗鼓舞咗美國教育界，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等隨即起訴能源部，以阻止聯邦研究經費被削減。史丹福大學校長表示支持哈佛大學，並誓言抵制特朗普。4月20號，特朗普再下毒手，威脅要取消哈佛大學嘅免稅資格，並表示可能剝奪佢招收國際學生嘅資格，撤銷對該校嘅10億美元醫療衛生研究經費。如果真係實施，特朗普政府總共計劃凍結哈佛大學嘅撥款達到32億美元。4月21號，校長賈柏表示已經向法院提出訴訟，指控特朗普政府違反美國憲法第1修正案，要求法院立即停止特朗普政府凍結撥款嘅行為。呢場表面上係哈佛大學同特朗普之間嘅鬥爭，實際即係美國高等教育界乃至文化界同特朗普政府嘅鬥爭。而家大家嘅目光都聚焦喺哈佛大學嘅下一步行動。面臨嚴峻嘅財政挑戰下，耶魯早前被逼出售高達60億美元嘅私募股權投資組合。如果特朗普取消哈佛大學免稅地位，哈佛大學唔排除採取同樣嘅行動。作為風向標嘅哈佛，如果真係出售呢啲資產嘅話，唔單止其他大學會仿效，而且美國嘅銀行、基金、外國銀行等嘅機構都會跟風賣出。呢種連鎖反應極有可能造成新一輪嘅金融危機。近期美股債匯喺特朗普嘅瘋狂舉動下三殺。如果特朗普喺呢次同學術界嘅對抗戰中唔盡快復原，股匯債三殺好可能會演變成股匯債私募四殺。特朗普嘅團隊計得清呢筆賬嗎？黐線佬特朗普上台後飽受批評，美國近於4月19號爆發名為50501嘅大規模反特朗普示威活動，全國有近700場集會，估計大約有500萬人走上街頭，旨在反對特朗普政府嘅施政，包括移民政策、政府機構裁撤同埋強權政治。但係一意孤行唯我獨尊嘅特朗普會聽得入民意嗎？被媒體戲稱為草台班子嘅特朗普團隊喺呢個時候選擇對哈佛大學落手，係糊塗咗定係癲咗呢？呢一仗恐怕特朗普輸緊啦！全球反特朗普浪潮已經真正形成啦，除咗國外，而家連國內都不斷反侵，睇嚟特朗普真係呢個位坐唔暖啦。